立法院伫初五通过废物税修正案哦，无糖包装的饮料免扣15%的废物税，受到各界的肯定。也毋过哦，医界嘛提醒民众讲，有一款无糖的饮料，有可能是以人工的甜味剂来代替糖，嘛是爱特别注意。无糖饮料的一个免征货物税的一个修法，引导一些民众对一些健康食物呢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台湾大考的愈来愈多。为了降低健康的风险，立法院初五通过废物税条例修正案，无糖包装的饮料会当免扣15%的废物税。不过，台北市公卫署工会指出，目前市面上无糖的饮料，大部分是加糖蛋来代替掺糖，亲像阿斯巴甜甲蔗糖素。虽然成分会当降低热量，不过长期对身体敢有败害，也有争议。有一些甜味剂的确在长期的使用下面，或者是过去的研究报告就有这样子的风险。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去做控糖这件事情。用合法甜味剂是合法的，不过这个也不是很理想。其实当然说最理想，如果民众的话要补充水分，建议说还是用白开水或天然的一些果汁。医师认为讲，糖蛋相关的风险，国际上的研究也无一个确定的结果。不过上好要是以天然的水果甲相关的食食来取代糖蛋，嘛会当降低不时就想要食甜路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